的歌声，唱出你的心声。用我的掌声，鼓励着你的歌声。因为咱厝的歌，朋友嘛过来听。咱厝的歌，天气嘛过来看，愈唱愈好听。唱出咱心声，赢呀咱唱歌拼输赢，赢呀咱唱歌拼输赢。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各位乡亲，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大家暗暝好。这道路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我是主持人小霞。咦，奇怪咯，拄则这个开场曲吼，明明是两个主持人的声色，我男搭档伫倒落啊，哪个无看到人啊？有听声无见影，为什么呢？因为伫咧新一年度的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当然就来一个华丽的大变身。你看，咱的舞台是全新的，咱的比赛规则也是全新的，咱的评委老师也是全新的，咱的主持人也是全新的。我毋是新的，新的主持人还阁无出现呢，到底是上啊呢？透露者，这位主持人哦，真正是一米八几的这身材，非常的艳头。个八棍头，而且哦是活力四射，到底是什么人呢？相信大家人这阵是一定非常的期待。咱先来看一摆 VCR， 来自台湾娱乐界全方位艺人廖大森，将台湾广播界幸福型的男 DJ 到主持界幸福金马王，傲说傲写各傲唱，而且还佫演奏多种的乐器。烟头的外形，可以从幕后行到幕前，将台湾广播界行向全台湾的舞台。超过500场官方大型活动以及上演的经历，可以成为咱全台湾观众最为喜爱的主持人之一。无辜出版发行2张个人的专辑，也佫是一位优秀的配音演员。今仔日花海加盟唱歌拼输赢，互咱闽南的观众朋友最有机会来领略伊主持的风采。哇，可是是好光彩照人！来，热烈的掌声，有请咱的幸福金马王廖大森。现场各位朋友，晚安，大家好，我是廖大森。你好，你好，大森。哇，幸福金麦王哈！为什么叫做幸福金麦王啊？幸福金麦王就是讲愈听愈大声。都对哦，我就感觉奇怪，你是号什么名无好，或者大声大声？就是远远就听到有咧讲话啊。对，事实上讲话细细声尔。细细声，咁要叫大声，真正是。就是廖大森。是大声啦，唔是大声啦哈。那么咱今仔日这个唱歌拼输赢是全新的一个搭档的模式，所以非常欢迎跟大森来搭档主持，我感觉非常的有优越感。我嘛感觉。这个时阵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不啦，我意思不是看到你小鹿乱撞。无咧，你即摆是咧讲？我是说你吼，像你遐大的这个汉草，卡咧边头，我感觉我也生气。小鸟依人。是。了解。请问一下，这大森吼，之前伫咧台湾，有听到唱歌拼输赢无？我跟你讲，这个节目会使讲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真正。所有爱听台语歌曲的朋友，全部拢咧注意这个节目。相信的吗？真的啦！哎呀，所以漂洋过海一定要来到这，甲泉州的朋友来见面。哇，其实我也非常欢喜是有这个大森来加盟咱的唱歌拼输赢。咱的唱歌拼输赢吼，自从这个新年度要开始咯，就受到也侪人的支持。就这搭咯特别要感谢的是咱的中国民生银行泉州分行的大力支持来冠名咱本节目。这个特别要感谢的是咱的维斯酒店以及咱宜家装饰，香香鼓励，好，谢谢，哇，真赞的吼！不过呢，咱这个新的一年度吼，全新的这个比赛，全新的舞台，全新的评委，全新的主持人，全新的选手。选手嘛是新的对啦。对。所以咱就赶紧将咱今仔要参加比赛6位选手给请出来，有请咱的6位选手闪亮登场，掌声欢迎！
现场朋友，掌声炮大大声，祝福大家英文节目满大听。各位。哇！一出场吼，就大家啊个光彩照人。咱现在跟咱选手来三八熟悉者，来自我介绍者。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的李丽萍，1号选手。哦，欢迎咱的丽萍。欢迎今仔这个服装就要有特色了吼。哎，好来。大家暗暝好，我是来自南华捷景的红国家2号选手。有请咱的国家。欢迎。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暗暝好，邵小姐好，你好，大生哥好，你好，我是来自专港的3号选手郑月燕，谢谢欢迎耶，欢迎。哇，海燕。大家好，我是4号选手，来自泉州王国强，感谢大家欢迎，欢迎，欢迎国强。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评委老师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华红来黄天士5号选手。欢迎咱的天使。来，再来是6号选手。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新山，我6号选手李国安。欢迎咱的国安。是。啊，已经跟咱的这个选手来熟悉了吼。对。大家人一定要加油咯，因为咱新一年度的这个比赛规则也是皆无同的，是以个为单位来比赛，两场的这个初赛，一场的复赛，再一场的决赛。那么决赛就选剩这一位的冠军，所以咱新年度的这个比赛哦是更加剧烈，咱落场好好准备者，好是不？因为咱的比赛嘛，初赛有2场，今仔是头一场的这个初赛吼。是。马上来介绍一下咱专业的评委老师。来，首先是咱的专业评委老师丁晓东丁老师。是丁晓东，丁先生来自金门的太武之村金马之声广播电台。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大圣，嘿，本地迄位是我咧徛的，民歌赛我咧徛的，民歌赛小东跟我主持，搭档主持的。哦，老师坐伫迄个位吼，我升级啦。老师咧甲大家点评的时阵吼，拢感觉足温柔的。哎，再来要介绍的是咱国家一级作曲家，是咱泉州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松弟杨先，欢迎。欢迎。啊，出来这位吼，讲到大声吼是神宝宝，啊，这个嘛是宝。啊，这个宝吼有大宝有小宝嘛，阿宝。嘿，对，啊，咱的唱歌表演呀，这位阿宝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对吧？无大，是咱的知青的这个唱将了哈。知青阿宝，欢迎。嗨。哎，你是神宝宝的神，伊是神宝宝的宝。请问一下阿宝啊，以前拄到你每一摆，计是伫咧这个舞台顶听你咧唱歌，今仔坐咧这个位置，什么款的感觉？对啊。袂，佫是真紧张。啊嘛是紧张就对啊。你意思是比唱歌较紧张嘿？比唱歌紧张。至水虽然有加减做了评委，但是坐这个舞台特别感觉无同。哦，特别无同哈，特别无共责任重大。好，谢谢，欢迎咱3位评委老师。是，来，刷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咱全新的这比赛规则到底是啥款的？来，请看 VCR。初赛比赛规则是第一轮。每场6名选手以抽考为序，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得分最3位暂时晋级，后3位台定。第一轮的比赛精彩马上开始，首先有请咱的1号选手，请看 VCR。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青阳的李丽萍，我是一名医生，伫咧一间医药公司咧上班，同时我家己有经营一间药店。阮的店呢是伫大工业区的，所以就是也侪侪工厂有，也侪侪外来的打工人员。伫阮店呢，我就有经常的为因提供免费的测量血压啊、血糖啊，甲侪侪也便民的活动。像早起我一般是过踮咧药店的家己顾店，日头甲暗晡啊，我有准计出去走医公司的业务。暗时如果说倒来，较有闲的时阵，我就会踮咧店的弹琴。因为我的爱好上大爱好就是音乐，最爱唱的歌是咱的闽南语，最爱跳的舞是hip hop 街舞。前期唔知有大家有对一个孟泽师兄唔知有印象无？是伊甲我报名的，伊说感觉咱医疗系统的人才哦，伊说应该是伫搁较做的，伊感觉我唱袂歹，伊说甲我报名。唱歌拼输赢，难处上是赢。李丽萍带来这首歌曲《我爱你》。
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要等你一句，假使你心内有阮，爱阮爱阮，何必丢丢？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要等你一句，假使你真爱阮，对阮对阮真心追求。I stay blue， 敢会有一句藏在心内的话对你来讲出 ？I stay blue， 等你一句，阮的真心真意就会对你来付出。打开那落地窗，散播浪漫，为爱寻找一句标准答案。复杂的想法总有点麻烦，说一句我爱你这么简单。不知爱你爱较真艰苦，爱你爱到死就像人比武，拍也拍是腿，阮拢嘛无伊无输，阮只爱听你讲I stay blue。你好，你好，你好，小夏，你好。你好，感觉家己这个夹着这个一号抽考的时阵会紧张吗？你是唱歌表演新一年度吼，第5年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呦，抽考摕到一号会紧张吗？当然会紧张，你真正咧唱的时阵会紧张吗？更紧张。这个会紧张吗？一摆较放松的嘛。啊，跳舞跳起来就较轻松啊，那对啊。雷平是医师，对是不是这个有这事啊？咧配药的这款呢？哦，他都在听伊唱歌吼，感觉亲像伊伫我的相思边迄种感觉呢。啊，伊是第六呢。哦，爱死了！伊无讲说这个唱袂歹，这跳舞个跳袂歹，好，咱来看下分数怎啊？好，来。90.5、90.2、90.4。那么李丽萍演唱的得分是90.37分，来，谢谢。感谢，这是咱的1号的参赛选手李丽萍。是1号选手就载歌载舞，啊，唔知2号是什么款的表现？咱来先看也 VCR。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华石井的红国家。大家听说红国家这个名也奇怪，我嘛家己感觉也奇怪，怎会这大？但是大家听这个名印象也深刻啊。那么为什么会这红国家呢？是因为细汉的时阵，登记户口簿的迄个名写伤老粗，本来做豪气的豪，伊甲你写做家，啊，真一直无去过，就变成红国家。我大汉去外口外乡待10年啊，变安尼想到厝内故乡自己来帮这个闽南歌来唱，啊，这个心情是感觉啊，真轻松，真放松，啊，即马倒来市厝啊，有知影咱这个唱歌拼算这个节目真欢喜，来报名来进入海选，啊，这个海选通过了，即马才有机会来现场这个比赛，也感觉真欢喜。红国家演唱的歌曲《一生只有你》。我的泪因为你变成上光迄粒星，我的生命为你才有温暖的冬天。你的情为着我，甘愿吃苦不受甜。你生我一生回头看过去，路是这呢水。你一张我一张褪色的相片，有美丽的记忆，啥人甘心离开？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一生只有你会当体贴我的伤悲。为什么等甲你无喘气？一句我彼你，才甘愿讲出嘴。为什么袂当予我的命换你？地狱天长我心去。国家即马做的这个行业吼，真特别。人家讲啦，有败有保庇啊，但是嘛要买保险来找伊。对啦，我即马伫保险公司上班啦。啊，对，这边。哇，你对这个台湾人讲我一个台湾腔啊。咱这个大声啊，咱这个台湾这个保险意识也强啊，你卖几张保单啊？拉分你咯。你即马伫舞台顶就开始有保险就是啊啦。嘿啦。
我咧说吼，做保险的人最厉害，最厉害就是你喙就厉害。唔知我来得客吼，我咧说看你厉害无厉害，就看我将这位给忽悠下来无。对。啊，你应该有几啊张啦？啊，我有几啦，对，还未报啦。好啦，等你慢慢来check啦。就来报一张啦。安尼啦吼，啊现场真侪你的这个朋友拢给你同场哈。来，咱来看卖你的分数。来，分数出来哦，来90.40分，91.1。90.20分，俺国家总分是90.57分。好，谢谢。恭喜！马上迎接的是3号选手，咱先来看叶 VCR。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专港的郑月燕。啊，这间是我甲一个姊妹伴旧年合开的一间手机店。啊，主要是经营卖手机，啊办理业务，甲交会费、办理款待。这间店的是下晡甲暗暝的生意会较好，啊像早起一般时间无啥物人，啊所以我就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听一寡闽南歌咯。啊，阮姊妹看是看我真爱唱歌，唱闽南歌也是也袂歹，啊就鼓励我去报名咯。我就报名完，我才知今年是我这批是前年度的头一批的亮相的选手。虽然前一年度的比赛规则、佮评委老师、佮主持人拢变了，不过我的信心无变。我相信我一定会拼出好成绩。第一演所带来歌曲，好大你就来。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会面来红红。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咧茫茫。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搁假。嘿，要讨我的爱，好早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小燕啊，请问一下吼，你是做什么款的行业的？我是做手机行业。手机行业。等我意思吼，拄则的顶一位选手咧做保险是讲这个大声推销啊。你做手机，你也敢推销一摆，我想我较厉害。对啦，嘿，营销。啊，你想要买手机吧？啊，手机啊，手机即摆买偌济？我算你较省咧。啊，无咧，咱即摆是来唱歌拼输赢，是来卖手机啊咧。邵小姐，你要不要买？我手机啊个中一支咧。安尼哦。好啦，你分数出来，咱来看卖来哈。哦，来。第二演90.60分。90.8。90.50分。第二演第一轮的分数是90.63分。掌声鼓励。谢谢。好大你就来啊！是，对，伊讲好大你就来买手机啊！你若唔讲我买手机，好大你就来。好大拢来买啦吼！是啦，再来是后一位参赛选手，有请4号选手，咱就先看伊 VCR。我是来自泉州的王国强，我是咧承包装潢装修业务啊。我承包的内容就是规个工程从设计到成品啊，其中包括土、木、水电、油漆啊。我平常时除了包工地以外，我的业余爱好就是爱唱歌。一个早起去公园去练这个运气，好，啊，一个老母才行起来。你说少年的啊？啊，你咧练哈哈是毋是练那个哈麻功啊？你来教我者。我是咧练歌声呢，我是下日才唱歌让你听呢。我头一摆来参加这个唱歌拼输赢啊，我平常时爱写诗句，所以我这摆创作一个诗句。为家己加油者哦！唱歌互咱好心情，食老奔车无算声，人生海海步步行，你若努力就会赢，加油！选手王国强所带来这首歌曲《红颜》。飘飘的烟打伞。
若牵你身边已经有别人，一粒心热重，看梦想不敢梦，双双对对，永远心肝遐凄凉。夜梦你的思念，目眶红，散步我是自泪甘。青春拖无通，歌声咧手里红，我们舞步遥望岁月流转。风眼唱歌芳，寂无听孤单窗，伊我点无好法这风光。风眼唱花丛起起波落水东，花香自然要采怎当嫌？你唱歌才随随表现了哩吼，唱歌的心情啊用4句来总结者。系唱歌心情诶。我VCR内面有啦。VCR 内面。我个说一遍。各说一遍来。可以啊。唱歌互咱好心情。好心情。食老饭车无算啥。食老饭车无算啥。人生海海步步行。人生海海步步行。你若努力。就会赢，你若努力就会赢。好，谢谢。选手有听到无？来看你分数，90.3分啊。另外一个嘛是90.3分，第三个是90.6分。是王国强第1轮的分数是90.40分。谢谢，谢谢。咱记得了吼，一位四句好手的歌手，有够厉害的啦。是，马上请出咱下一位选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华红来黄天赐。08年的时阵，我就参加着唱歌比赛节目，当时也加着周冠军，毋过止步越赛。这几年来，从来毋捌去参加着一个舞台的面顶的比赛，毋过也做演出，接下着种外面的演出。我想说，就是要看家己的进步偌济，因为说毕竟唱歌演出交唱歌比赛是完全无相的。即摆来参加唱歌比赛啊，因为经过这几年哦，我感觉说我家己有淡薄一个唱歌的方式啊，一种可能也是有淡薄改变咯。所以说，即摆也有信心来参加这比赛，应该走得更远。5号选手黄天赐所带来这首歌曲《再会啦，心爱的无缘人》。最好像彼此过去的梦，有心人故意予人。已经愿搁再期待，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情了，这呢心肝，这无来的感情，才会无来无散。到打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袂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再讲，过去像一出憨人的故事，无了的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袂梦你遐呢也芳，祝福你青青春天的花。天赐，你应该得感谢上天赐你一副好嗓子哦。对，人讲天赐，这也是有后天的努力了。哦，因为听说这天赐唱歌是唱啊，过侪年了哈。是10几月是我10几月就有唱咯。哦，10几月开始。比赛这应该是10几年前的代志。哇，10几年前就开始出江湖了。哇，咱这个歌唱老手到底成绩什么款呢？来看下来。黄天赐90.70分。90.95。90.80分。黄天赐第1轮的分数是90.80
0号。谢谢。好，成绩袂歹哦。愈来愈厉害呢。是，马上要迎接的是咱的6号选手，咱来看伊的 VCR。大家好，我新人证名叫李国安，本小名大家叫我阿水。我本来是种做目工的，人我对音响也喜欢，我家己按手家己做音声个买，当时店规模太小了，大家你结婚就买套装个点，你有音响，嘛着电视，嘛着冰箱，嘛着洗衫机。所以落尾慢慢咧扩大，逐渐扩大。我来总务员最先哩做10几年了点，也受到也侪顾客歧视啊。有时啊，就朋友啦，颜色咧也叫邀请我去佚佗去唱歌咯。对我说下咧唱歌都袂啥歹。你说家庭的治疗对待文艺啊，可能有一个影响，就细胞的异端啊。阮兄弟啊，基本上大家都对，包括这双胞胎这老三啊，伊这读书读了2年啦，大家也少啊，连写名都袂晓，伊键盘会晓弹。男子汉的心内，闽南语是咱本地常讲的。我行船行吼，听来听去是咱闽南语风土语个听，也侪种歌词台语对咱也有启发啊。我咧关注这变数已经是成百期了，我每期都有关注。这节目互咱百姓一个平台，这星光大道吼，我感觉也有好处。变数有思维迄是另外一回事。一定是这个平常心态去对待这种物件。那新歌第一是给咱带来上快乐，对，第二给咱带来健康，第三个给咱带来美容。所以这种啊，感觉这种养生之道，因为音乐是人体的灵魂嘛。有的人听到第一高级感觉会这样，对不对？也侪朋友拄啊说我愈食愈少年，我感觉是我心态少年啊。你说爱好音乐啊，我希望咱朋友多多新歌，多多听音乐，对咱人体也有好处。我的愿望是安尼。请听李国安所带来这首歌曲《前途》。一支针，一条线，一款人，一款命，有人输，有人赢，随人路，随人行。一粒山，一支线，一粒心爱看破。有时勇，有时惊，路遥远也着行。浪子啊！了撇的心肝要开换，唔通搁继续糊涂行。浪子啊，回头紧靠岸，一前都为着名声。大森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吼，这位国安吼，伊是这个青沙湾，青沙湾是咱泉州有名的一个景点吼，伊就是古洞啊。古洞啊，所以吼，一定就去伊搭佚佗者。以后去新山要找我。安尼吼，今咱有保险的啦，有度假的啦。是度假村啊。度假村啊。我那边是那个旅游胜地，也是我们那个中国第2代那个白带河。是啊，生命第二大白带河。听讲规个拢整地过了后，完全无共款。哇，那个沙滩很漂亮。来看看阿水分数是偌多？90.1分，90.2分，还有90.6分，所以总分是90.3分。好，来，有请咱今仔日的其他5位选手到咱的台顶来，有请。小东老师，看咱选手伫台顶的这个表现，你感觉伊表现了怎啊？6号选手，6号选手。阿水，音准有一点不大准啊。啊，音准就注意啊，无讲介好，所以这点爱特别注意一下吼。我特别是这个对4号选手说的，我感觉你声应该是活动放开，我感觉你人像只关伫放关沙哑哩，有无？
踮咧门口咧听迄声音，无真艰苦。这个声音有阵啊咧加哩啊加袂啥准，无应该是有法律会更较好诶。是。现在大声给放出来，好笑吧？那么这6位选手到底多少位可以暂时晋级，多少位是暂时台顶呢？请看大屏幕。暂时晋级的是5号选手黄天使90.80分，3号选手田娥燕90.63分，2号选手红国家90.57分。恭喜3位向前一步。好，3位向前一步哈。咱带顶的朋友呢是选手4号王国强，以及1号的李丽萍，以及6号的李国安，以及进入带顶啦吼。虽然是暂时台顶，但是等下就要继续 PK 啦。所以先落场休息一下，谢谢。先休困一下哈。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咱的第2轮。第2轮暂时晋级的3位选手，口口为师，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得分最一位直接晋级，后2位台顶。按照咱的这个后尾摆顺序是国家先来哈，你要参赛的歌曲是《爱着你》。哪会这呢想你，每天拢想要甲你见面，但是我无勇气讲出我的心意。你是为你失心，半暝山又搁困拢袂去，心情有时甜蜜，有时又搁透出苦涩气味。敢讲这就是爱情的滋味。哦，爱着你，爱着你，爱着你，我已经爱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心才要飞去你身边。爱情是讲袂出的道理，爱就是把伊予人心碎，又搁予人甜蜜。哦，爱着你，爱着你，爱着你，我已经爱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心才要飞去你身边。爱情来折磨着阮的心，阮搁不愿放弃，只因为阮已经爱着你。虽然是3号田玉燕所带来的第2首歌曲《爱你爱到心痛》。感情愈搬愈深，爱甲遐尼深，不敢相信我对你这呢痴心。为着什么原因，不惊我伤心，放阮孤单无伴离家的人生。世间的爱情，拢是对天就纸，爱我无变卦。感情行到这，痴心无人听，为着要爱你，我爱甘心痛。5号王天使带来歌曲《爱到无命不知惊》。消失的日子，冷淡的温存，我踮无暗的空气中，找一最后的可能。吵闹的声音，无了的剧情，一段感情渐渐变化，事到如今我才知影，是毋是爱甲无命不知惊，吃开伤痕才知疼，写阮温柔的笑容，是美丽的陪伴，是毋是冬过酸涩不知寒，失去了后才知输赢。
原来今生的孤单，在咱初见面的时，拢已经注定。爱到无命，唔知惊。那么，在这个第二轮3位选手就怎么唱了了哈？是咱来看卖因的分数到底什么款？首先有请评委为咱的国家拍分。来，2号选手伊的分数是90.4分，90.70分，90.2分。按国家第二轮的分数是90.43分。恭喜！请评委为咱的乐演拍分。是。90.50分，90.60分，90.60分。是，伊的总分是90.57分。好，刷来，请评委为咱的来5号选手拍分。来90.60分，91分，90.70分，是5天4，总分是90.77分呐。所以在这轮晋级的是咱的5天4，恭喜！恭喜5号。那么这2位选手就要继续加油了哦，谢谢，谢谢，再加油，谢谢。民生上好卡，唱歌变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咱的第3轮。第3轮，第1轮台顶的3位选手抽考为4，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得分最2位暂时晋级，后1位淘汰。那马上来听卖咱3位出镜了的这个演唱状态什么款？来，1号先来，丽萍我参赛的歌曲是？我要唱的歌是《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不知路过偌多，离别的目屎。每一摆拢期待你会搁再来，用心肝对你讲，我会用心来等待，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时间已经造成你咱的阻碍。想袂飞起你的身边，敢会使？用目屎滴心河，望你讲出一句爱，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只亏。温柔原点在情的所在，用真心为你等待又等待。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嘛是心甘情愿被你害，一世人将情债全部害。4号选手王国强所带来的歌曲《春夏秋冬》。无聊的春风，无分流浪，孤孤单单，啥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又爱不中，乡愁的面露水重，山顶的寒芒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要开阮的梦6号的选手李国安所带来的这首歌曲《爱情落单》。爱情若是水有落单，我的心就袂这乱。为一暗心成做梦，为你痴情迷乱。
段情，这遗憾。幸福路途遐尼遥远，何来爱情的路灯？何来抓着甘愿？何来只有悲无怨？为情为爱做憨人。小水呢，咱有请咱评委老师为1号选手来拍分。李丽萍90.50分，90.40分，90.50分。李丽萍在这轮的分数是90.47分。好，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国强拍分。来，90.3分，90.3分，90.3分。来，所以伊的分数就是90.3分。90.30分。再来，请评委老师为咱的6号选手国安拍分，90.40分，90.40分，90.40分。所以平均分数是90.40分。是，在咧因为这个比赛呢，3位选手有2位选手可以暂时晋级进入咱第4轮的比赛，一位选手这个命运就比较残酷啦，就离开咱的舞台。恭喜1号选手李丽萍90.47分，6号选手李国安90.40分。是，恭喜国强很遗憾，下一摆再过来比赛哦。好，谢谢3位，谢谢，感谢。来，老张有谢谢。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4轮。第4轮，第2轮台顶的2名选手，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2名选手以抽考组队 PK， 由评委拍分，得分高的直接晋级，得分低的淘汰。来，请抽到 A 组的选手举手。A 组是这组，小水咱们 PK 是咱的 A 组选手哈，2个男人的较量啊。前面 A1 是多一位？A1 是这，是要上赛歌曲是？麦芬芳。为着你身躯的麦芬芳，踏步踏错，心头乱。要见你一面这困难，你是等到日头暗，为何天不将姻缘？幸福甲悲伤相连，梦中情一场梦。梦中情一场空，你陪着的爱上迷人。梦中情一场梦，梦中情一场空，为爱流浪无怨恨。一生啊，只为你痴麦芬芳。李国安所带这首歌曲《爱是咱的歌》。孤单因为你已经是阮的命，生命因为你亲像冬天的温暖。路有偌歹行，手若牵你就不惊。雨光已偌大，你的情就是雨满一条歌，因为你变成一条歌。你我相爱是运命，伤心听袂煞。棉被若无你，愈加是愈寒。你我可比水山山，对那谈心愈往，一路到永远，用爱留名。爱你到最后的一滴血流干。
个男人的较量哈。啊，唔知这两位唱呢，咱评委老师的看法是什么款呢？是优先。你好，头阵你唱我评啊到91分。哦。我感觉头一块唱袂歹。但是愈来听这两块哦，就感觉说，第一是音无够准，再一个呢就是你唱的歌甲音乐的结合，无够自然呢。哦，无够自然。这内面就是有歌词甲你的理解的问题啊。来，首先请咱的国家向前一步，请评委拍分。好，90.4、90.5、90.5，咱的红国家，所以平均分数是90.47分。好，谢谢，请评委为阿水为咱的6号选手拍分。90.5、90.4以及90.4，所以平均分数是90.43。是，那么这两位选手呢，只有一位选手可以拿到进入复赛的门票，另外一位选手就离开咱的舞台。进入复赛的是红国家90.47分，谢谢，谢谢两位。他拄则是咱的 PK 的 A 组对吧？马上进入的是 B 组的 PK，B 组 PK 1号选手是陈丽萍，参赛的歌曲是《手下留情》。咱的一段情，为何袂当行到最后？害阮的心肝为情困了。你将爱当作需要。若无介意，就单着，对你阮是心缘分已经看透。无情的人，总有离开阮的借口。无情的人，你的爱半点无留，阮的心既然落在你的手头，珠泪吞了后，冤冤的血过，愈来愈高。阮的心已经落在你的手头，要挽回也已经无效。请你手下留情，予阮来走。B 组 PK 2号选手带来这首歌曲《手讲听五人》。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心的希望，不该一面着姻缘，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欣赏别人的红，爱混混乱的世间。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飞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相信这代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就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请咱评委来，甲咱的这个两位选手点评者。是。小东老师，听到两个美丽的唱歌哈，感觉怎样？1号伊咧唱的歌曲是有感情的歌，也嘛有感动着人的心，所以唱了也好，很投入。另外这位是较甜蜜的歌，较塞奶开的歌，有淡薄仔互人感觉到较快乐一丝啊。但是呢，两个拢唱得真好，不过到底什么人晋级？
保密一下，伫共鸣点这个注意者，因为发音的高音的时阵哦，上种音准就走啊，唔再滴落去。哦，安尼最后结果咱看分数就对了哈。来，请3位评委老师首选为1号选手向前一步，为1号选手拍分。伊的分数是90.4、90.5以及90.5，李丽萍，伊的平均分数是90.47。好，谢谢。来，恭喜。有请咱那个演请评委为个演拍分90.5、90.6以及90.4。个演最后分数是90.50分。是。来，两位选手最后的名额就是咱的个演进入咱的复赛。好，首先谢谢咱的1号选手，来谢谢两位。谢谢，感谢两位。有请今仔日行到最后进入复赛3位选手闪亮登场。是，欢迎。我宣布，进入咱复赛是3号选手个演，2号选手国家以及咱的天使，恭喜3位！恭喜3位选手！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如此多出名。是，欢迎下礼拜初赛，再见。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憨人的故事，无了的梦。再会了，心爱的无缘的人，人过梦里遐尼也芳，祝福你青青春天的花蕊，遐尼也红。